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爱看《三国志》的观众朋友一定知影豪杰刘备、关公甲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。讲到刘备而贤德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备保以备读第7条。这个备就先安排、先预防的意思，像咱讲准备、预备。另外嘛有交转的意思，像咱讲完备。若熟悉，咱讲是装备、设备，也佫有配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责备，这个意思就是谴责、见怪骂什么人。第二个词读做备办，意思就是准备爱穿什么货，准备妥当，咱嘛会当讲是备办好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红爷满月，爸母备办家酒来请亲戚厝边好朋友，结果无传油饭，互阿公阿嬷责备伤过失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备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